Eric 原本喺北京做印刷生意，但近幾年印刷行業越嚟越難做，同行競爭大，價格越壓越低，好多時忙足一整年，真正賺到手嘅錢其實少得可憐，甚至連5%利潤都未必有。於是 Eric 開始思考，如果繼續守住呢行，遲早會被淘汰。後來佢開始研究大量商業模式同創業案例，結果竟然俾佢想到一條完全冇人估到嘅路，做老鼠夾。因為北方地方老鼠特別多，而家又唔可以隨便落毒藥，所以市場對捕鼠產品需求其實非常大。而 Eric 就利用自己原本做印刷嘅底子，重新設計產品。佢將2塊硬紙板做成摺疊式結構，中間塗滿強力膠，平時摺埋時好似一本書，一打開就變成一個大型黏鼠夾。但真正厲害嘅係佢連老鼠習性都研究埋。老鼠通常鍾意沿牆角行，而且有群體行動習慣，只要一隻被黏住發出聲音，其他老鼠好多時都會跟住過去，結果往往一黏就成窩，再加上膠力夠強，老鼠一踩中基本走唔甩。產品推出後，市場反應非常好，因為成本低、需求大、消耗快，而原本做印刷，利潤可能連5%都冇。但轉做老鼠夾之後，淨利潤竟然超過20%。最後 Eric 一年做到接近1億營業額。其實最值得學嘅唔係老鼠夾本身，而係跨界思維。因為連 Eric 自己都冇諗過，印刷技術竟然可以同捕鼠產品結合。但真正厲害嘅商業模式，往往都誕生喺不同行業嘅重新組合，將原本普通紙板印刷工藝重新包裝成另一種高需求產品，價值就完全唔同。呢個時代最危險嘅，從來唔係你唔夠努力，而係你只識守住原本嗰一套。因為時代變得太快，你永遠唔知道下一個淘汰你嘅可能根本唔係同行，而係另一個行業。所以真正有競爭力嘅人，一定唔只得一種能力，而係懂得跨界學習、重新整合、打破原有思維。因為好多真正大機會，往往都藏喺別人覺得完全無關嘅地方。